人讲输人唔输阵，议员李宗麟伫总日顺提出包括台东、嘉义、甲新竹等县市，透过举办台湾设计展、城市博览会等活动以后，拢有专属的因规套的识别甲导览系统，除了引导游客对火车站开始到每一个景点的说明。更重要是提供大家伫大众运输、甲自行车等交通工具的串联有完善的服务。议员李宗麟强调，文化首都台南迎接4马当，更有必要一步一步来落实。大家每一个城市都要利用博览会、设计展等等的重大的这个活动，来改善自己的这个软硬体。那台南呢？我想要跟市长报告一下说，一个好的城市导览系统，它对城市的效果是非常大的。基本上它可以连接城市跟这个旅游景点的这个指引的说明，但是重点是让游客在我们的城市里面漫游的时候是不会有断点，是不会有困扰的。那我原本一开始的那个故事里面就充满了各种的困难，像是障碍赛一样，所以我会希望我们来把一个导览的系统打造出来。那除了这些技术上的，包含相容性、正确性，然后硬体、软体等等，其实最重要的是在这边要拜托市长，因为它是一个跨局处的工作啦。台南400，那个 logo 是蛮漂亮，不过台南400是专为台南那个 logo 是专为台南400而定。对。那如果要成为我们接下来可以的，我们可以再有一些新的一个。就是说，在旧的也保留的情况下，还是有其他的，就新旧融合，我们要对融合在一起方向嘛，没错。如何透过活动来改善城市的业态环境，同时透过保留台南区的 logo 意象，加上创新的识别标识，让游客一来台南就清楚这就是咱城市的品牌。虽然是一大工程，不过现在开始永远袂晚。台南新闻管制林英根采访报道。